乐乐来，来这边听。过来这边坐下，乐乐。好，改心请先问你哦，考你哦。21怎么讲？嗨，20先讲20。嗨，多少步路？那21呢？一样多少步路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再加什么？多少步路？哎，很好。多少步路？如果直接讲只在的话，这句是不完整的哦。你要加一个伊拉，多少步路还有加1的意思，20再加1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帮这哈说啊哈，我们阿美族的话是怎么样？还要用形容的。20再加1，多少步路伊拉不是在，可是翻过来中文是怎么样？21。好，那你把它美归哦。多少步路伊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没有的有啊，数字很重要哦。多少步路伊拉不是在，那22呢？来，多少步路？伊拉。嗨，好棒棒哦，这个领悟力很强啊。那23呢？哎，好，那个改心讲实在的哈，小朋友啊，像你那么小的小朋友会讲族语的数字很少哦，能够把那个数字的部分哈，能够把最基本的，你要把它记熟到，一听到就知道啊，一听到8就知道法路，一听到9就知道希望。好，你最基本的也就是根基，就是从只在到哪里？不路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或者是我的这2个都要记哈。不路跟我的有没有一样？没有。为什么你总是会后来又想到的啊？所以不路跟我的是一样是10，那因为它运用的地方不太一样，所以才会有这种2种的说法。但是最基础的只在党啊、上我的或者是不路，这个你千万不要忘记。那你现在又懂得什么？到20以上了啊，21。多少步路伊拉不自在，22多少步路伊拉不读萨，因为你最基础的只在多少步路你都很会了。好，那请现在考你哦。25呢？答对了，所以你平常就要把只在读萨步路是吧？就是嘛，你能读对法路希望的。还有活络，这个你要记得很熟。好，有20是多少活络，对不对？那30呢？嗨，40。不是。60。70。快点快！很熟，很好。看到了。好，你过来坐下了呢。我看到了。知道你。快点坐。没有不录哦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跟你说。大快。100是属不，根本跟你的不录什么没有关系哦。属不 SOOT。中间有喉舌音，对，呜的中间有喉舌音。好，属物，但是呢，你100要加什么？只在属物，就是什么？100。如果只有100的话是属物，对，所以那你再把它延伸就知道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怎么讲？你只要记得属物。然后前面加什么？数字，对。
好，那妈咪来讲，数过数，哎，数过是百，对，百嘛，对好，100开始来，1开始，十上数物，嗨，十下数物，数入数物，十大数物，礼貌数物，嫩数物，期望数物，哎呦，没有喽，没有了。已经签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啦。好，到签位就不一样啦。以前阿美用到纤维，有啊，万是，街头猪麻哇，当然有啊。哎呦，你怎么一问我？万是5发，5发就是那千是多少？对，我一直忘记呢。平常都会讲哦。哎呀，干嘛到我这个多千位？没关系。没有，有，绝对有。我平常都在讲，结果，突然忘记。嗨，在发路比较苦，在5发比较苦，巴德，巴德，巴特，巴德。巴特，八后面有一个 B 我到底是要讲英文的还是？嗨 T E 的 P A T E K，对，把这个是千吗？千位，我又被你射了好几个洞了哦，你现在好可怜呢，都被你欺负呢。八个是千嘛哈，100呢？数，嗨，数过很重要哈。千，八的，万，5发，F O A， F O A 叫无发，哎，5发，B 哦 B， 好，这个5发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白头发，白发，对。就是5发哈，哎呀，5发都不够个啥布，我的头发已经很白了，5发都不够个啥布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学到这个万的地方哈，已经很了不起了哦。来，然后大哥。